起步排位阿森、Jimmy、阿 Paul、Anderson、大哥、Sydney、Tony。熒光黃色係頭車，二車綠色係 Jimmy，三車係藍色阿 Paul，四車係正路中，好清楚係嘛？正路中。上咗3位，大家都順利上咗4位，阿波落咗去。咁啊頭車仍然都係黃色車㗎阿森啊，唔該阿波，咁都留意翻綠色車係阿尖尾嘅，唔該晒阿波。車追得好緊啊！係啦，黃色同綠色嗰兩架車啦。啱啱想介紹阿森就反咗車。Jimmy 亦都第一咯，但阿 Paul 留意翻啊 ，Jimmy 暫時頭車係唔該 Paul，兩擔心。好啊 ，Paul 係 Jimmy 暫時頭車，阿森大哥。嗱，留意翻大哥係上咗第3位啊。好。嗱，呢啲又要阿 Jimmy 又真係要讚下啦，咁啊做翻上啲咁啊，當然有改變啦嚇。好啦，望一望個電腦，原來而家暫時係 Anderson、阿森、Jimmy、大哥、阿 Paul、Sydney、Tony 嘅。佢哋頭1、2、3哇，頭6車都係同圈啊，已經係啦。大家都係啦，同一個圈。大哥上2位，阿森3位 ，Anderson 係守住個頭位啊，而家。5架車都同圈啦，係啦。好穩陣啊，穩陣啊，咁就同啦。咁啊，阿二哥都好趕急咁樣追翻上去黐住頭車啊！爭唔夠2、3個車位嘅啫，大家一輪嘅話就到㗎啦。咁啊，先留意翻係嘛，而家咧都先。咁啊，而家係元哥隔位第12位喎。好，咁啊，爭唔夠3、4個車位啊，1、2車。阿森前喺第3、第4位嗰度咁啊跑緊嘅。阿 Anderson 好順嘅，咁啊大哥都跑得好緊。嗱，唔好有動作，係可以聽㗎嘛，10分清楚啦。收到啦，超到近，俾緊下你 Anderson 啊，真係講得好啦。好啦，2車又追翻上1車咯喎。咁啊3車講下熒光黃色嗰個朋友咧，就走咗上嚟啦。咁啊1、2、3車啊，都好緊張啊！守住Anderson。咁啊2、3車會近啲啦。好，直路你，好9年，唔該晒。阿 Jimmy 見到呢個環境，頭1、2、3車都運動都上咗嚟啦，追緊上嚟。暫時個排位有少少唔同啊，大哥都係攞翻個1位，跟住阿森上出嚟 ，Anderson 排第3 ，Jimmy 排第4，阿 Paul 當然先，賽剩3分鐘到。頭1、2位追得好啲啊！頭1、2位真係見到我，阿森就上翻嚟，阿大哥上翻第1位啦。咁啊都留意翻1、2車啦，1、2、3車3車係3車。
以剩翻2分半鐘，頭三車爭持得相當之激烈。大哥阿三 Anderson，好唔該先。頭車係粉紅色、白色大哥，二車阿三熒光黃色，三車 Jimmy 綠色。嗱 Jimmy 過咗阿 Anderson 㗎，而家上咗3位嘅。阿波上4位，阿波留意翻喺後面阿大哥。仲有分半鐘。好唔該，好唔該曬司儀出嚟曬。咁啊，大哥阿森啦，跟住 Jimmy 喺後面啦。Jimmy 之後咧就 Anderson 啦。我等下再彎咗，可以知道嗎？好，唔該曬。好，賽事差唔多剩翻30秒。1、2、3位都係分別3個。咁啊，頭車、二車單咧同正路啦，個速度個距離。二車同三車爭2隻彎好嘅啫，非常之好近。好，準備聽夠鐘啦，收車啦。阿森收車 ，Jimmy 收車，阿波收車 ，Anderson 收車，東尼、Sydney 大哥收車。好，完成。